各位家長，大家好，我係 Louis，係一位註冊輔導心理學家。喺呢個系列嘅影片，我好想同大家一齊探討點樣可以更加好陪伴我哋有特殊教育需要 SEN 嘅青少年子女，去走過呢個中學充滿挑戰嘅呢條路。我哋就由大家最關心嘅學業問題開始講起。DSE， 好多家長一聽到 DSE 就好緊張，擔心仔女會輸喺起跑線。但其實喺香港，我哋考評局 HKEAA 有一套特別考試安排 Special Examination Arrangement， 簡稱 SEA 嘅機制，目的就係為咗我哋嘅仔女去提供一個公平嘅考試環境。首先，乜嘢係 SEA 特別考試安排呢？簡單嚟講，就係根據學生嘅評估去報告，去提供一個調適，例如加長佢嘅考試時間啦，可以喺有監督下去做小休，用電腦答卷，甚至係獨立考場等等。呢啲嘅安排目的唔係要佢哋去攞咩着數，而係要去移除佢哋因為自身嘅困難所帶嚟嘅障礙。咁幾時去申請最關鍵呢？就係中四同中五啦，呢個係個黃金時間。考評局一般會喺每年嘅9月、10月開始處理學校為咗應屆考生提交嘅申請，但係有好多準備功夫，例如最新嘅評估報告啊，其實喺中四、中五就要開始準備啦。所以如果你嘅仔女已經有評估報告，記得要主動去聯絡學校嘅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ENCO， 了解申請嘅流程同埋截止日期，千祈唔好錯過啊！第二，你手上份評估報告唔係用嚟標籤你嘅仔女，而係一份非常有用嘅說明書。你要學識點樣去睇重點，例如報告建議咗有啲乜嘢嘅考試調適。最後拎呢份報告同學校嘅 SENCO 同老師傾傾，唔單止係為咗 DSE 嘅，更加重要係去爭取校內嘅測驗啊、考試都可以有類似嘅安排。咁樣你嘅仔女就可以提早適應，發揮佢哋應有嘅水準啦。最後，我想同大家澄清一個觀念，有時我哋會擔心申請咗呢啲 SEA 嘅安排，會唔會俾人哋覺得唔公平啊？其實你可以咁諗，一個有近視嘅學生需要戴眼鏡先可以睇得清楚黑板，我哋會唔會話佢戴眼鏡係一個優待啊？梗係唔會啦。同樣道理，特別考試安排就係 SEN 學生嘅一副眼鏡，去幫助佢哋喺公平嘅基礎上面去展現佢哋學習嘅成果。記住 DSE 只係人生嘅一個過程，而唔係終點，所以我哋要為仔女去爭取應有嘅權益，係幫助佢哋行得更穩健嘅第一步。多謝大家。